小叔，小叔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可是咱们家最后一个男人了，小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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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剩下我一个男人了。我不是在 KTV 唱歌吗？这是哪儿啊？咱们几个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家里男人都死光了，只剩下小叔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现在也要被饿死了。我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活呀？小叔，小叔，小叔！哎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真行。你多吃点。小叔，小叔！程静，好家伙，我这是穿越到了灾荒年，还成了一个好吃懒做的无赖。小叔，还好你没死，你要是死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死去的哥哥交代。热乎乎的。小叔，小叔，现在是古代饥荒年，家里的5个哥哥全都饿死了，只剩下5个貌美如花的嫂嫂，还有一个小不点的侄女，压力山大呀。小叔，这个是咱们家最后一点口粮了，给你吧。小叔，你赶紧吃了吧，你刚才都饿晕了。元神真是个大混蛋，嫂子们对他这么好，还不知道珍惜。既然我穿越了，那我就好好照顾他们，让嫂子们过上好日子。这饼硬的跟石头似的，我吃了一晚上，牙都快给我割掉了，都咬不动。你们想把我噎死？要吃你们自己吃。现在粮食紧缺，如果我不说的狠一点，嫂子们肯定不会吃东西的。得想办法整点别的吃的了。小叔，大嫂，小叔不吃算了，咱们把饼分了吧，总不能全都饿死吧？对啊，这娘，我饿。嫂子，咱们把饼分了吧，吃了咱们也有力气干活，好去找吃的呀。好吧。这厨房比脸都干净，这找了半天，只找到半筐野菜。这点野菜肯定不够全家人吃，可如今是灾荒年，别说野菜了，就连树皮都被啃干净了，哪还能有吃的？哎呀，这是空间戒指。太好了，没想到这么快找到吃的了，这下嫂子们再也不用挨饿了。恭喜宿主激活特殊空间，空间内有灵泉一口，良田50亩。不仅有空间，还带系统，这下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我再找个地方试试，这系统好不好用？
有了这系统空间，让嫂子们吃饱饭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小叔，你这是要吃野菜吗？嫂子给你洗洗，煮一会儿再吃。明明是灾荒年，大嫂的身材都已经够吓人了，真不知道以后生活条件好了，大嫂会发育成什么样子。大嫂，你不用忙活了，这些菜交给我，我自有处理的办法。把野菜都给你，你是不是要把这些送给那个何翠翠？何翠翠，袁生的未婚妻。原来袁生不只是好吃懒做，还是个死舔狗，把家里的吃的都给了何翠翠，这才变相导致几个大哥饿死。这是我跟你五嫂挖了一天才挖到的，家里只剩这些了。嫂嫂，我是不会把野菜送给何翠翠的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以后啊，我再也不讨好何翠翠了。我现在只想让嫂嫂们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屁！你之前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最后你还不是把家里的吃的都给了那个何翠翠？小叔叔，苗苗可以不吃东西，但是娘亲和姨姨们已经饿了好久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把东西给别人？苗苗，一时半会儿还改变不了我在嫂子们心中的形象，看来只能用那招了。都给我滚开！这是我老张家，我说了算。再敢拦我，把你们都赶出家门！让开！大嫂，这可怎么办？家里一点吃的都没了。我看天色还早，老二、老四，你们先去挖点野菜，等他把菜给了何翠翠，咱们几个又要饿肚子。知道了。我们对他那么好，他怎么就不知道感恩呢？要我看他就是个白眼狼，要不我们都别管他了。闭嘴！小叔再怎么不好，那也是我们的小叔，我们要照顾他的。好了，小桃，他再怎么样都是咱们张家的人，咱再忍一忍，说不定他总有一天会明白的。还忍？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？忍到我们都饿死吗？就算饿死，那也是我们的命。以后再让我听到你们说小叔的不好，那别怪我这个当大嫂的把你们赶出家门。对不起，大嫂。小叔，你真的能想明白吗？哎，竟然真的能兑换物品，这下好了，有了这个空间和系统，嫂子们再也不用挨饿了。我得赶紧再挖点野菜，多换点东西。谁啊？敢在这儿偷偷打猎？哟，我告诉你，这是老子的地盘，谁让你在这儿打猎的？他就是张安生。这傻小子不知道哪来的福气，有5个国色天香的嫂子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等他也饿死，我就把他那5个嫂子全都收下。睁大你狗眼看看，我是来这挖野菜的。就你还挖野菜？村里人谁不知道你是个懒汉，竟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？我看你就是拿着挖野菜的幌子过来在这偷偷打猎的吧？张安生，这是荒山，分什么地盘啊？我5个哥哥已经饿死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你现在还在这里阻挠我，难不成你想把我也逼死吗？张静说的有道理，安生，你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。就是每回跟他上山都要拿走一大半的猎物，说什么要保护费，太过分了。都给我闭嘴！老子懒得跟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人废话。张静，要不是老子着急去打兔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哼，谁收拾谁还不一定。这些种子可以在空间里种，有灵泉水滋养，应该很快就能吃到新鲜的菜。我得赶紧回去了，嫂子他们恐怕饿坏了。
对面山上的野菜都被人挖完了，实在是找不到了。没事儿，那你们先歇一会儿，明天我和老三再去远一点的地方看一下。二姐，你在山上看见小叔了吗？根本没看见，我看他就是把那野菜给何翠翠送去了。张静，你不是说你去山上挖野菜吗？野菜呢？野菜确实没有，但是有这个。大米，大米，我们终于有大米吃啦！没想到仅仅是5斤白米，却让嫂子们高兴成这样，可见之前嫂子们辛苦啊。小叔，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大米啊？这是我二嫂，这是我二嫂。小叔，你这个粮食哪儿来的呀？小叔，你这个粮食哪儿来的呀？啊，这是爹娘以前藏的，说是给何翠翠的彩礼。我想这如今都快饿死了，还什么彩礼不彩礼的，赶紧拿出来吃啊，救命要紧啊！我就说嘛，爹娘肯定留了后手，快快快，煮粥去。嗯。这粮食难道真是爹娘藏的？你看啊，等他5个哥哥累死的时候，他咋不拿出来？难道说他真的变了？你们吃吧，多吃一点哈。来，吃吧。怎么了？哎，你们去那儿干嘛？怎么不上桌吃饭啊？小叔，我们是妇道人家，不能上桌吃饭。封建文化害死人啊！嫂嫂们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家不分男女，一起吃饭，有饭一起吃，有罪一起受。小叔，你说啥呢？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不能改的。这要改变他们这固有思想，还真是不用这原生人设不行啊！我说话都没听见是吧？过来吃饭。嫂嫂们，总之就是一句话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再让你们挨饿受气。坐下吃饭吧。小叔，这是真的吗？现在是小叔当家，咱们都听他的。搬凳子坐下吧。哎，对了，嫂子们，明天大家一起上山去挖野菜吧。我发现一个好地方，有不少野菜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，小叔？当然是真的，骗你干嘛？小叔叔，我也要去。好，苗苗跟着一起去好不好？大家分头行动吧。大嫂跟苗苗一组，二嫂跟三嫂一组，四嫂跟五嫂一组。小叔叔，我要摘最大的野菜。苗苗最棒了，乖，小心点啊，别跑太远。会注意的。这野菜可真大。听着像是三嫂的声音。哎，三嫂，你在那别动，跟我过去。三嫂，你怎么了？被蛇咬了。三嫂，是毒蛇，得赶紧把毒吸出来。小叔，我是你嫂子，这样不合适。家里就只剩我一个男人了，我说的话就不听了吧？撒手！张静，
是做什么？张静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女人劲还挺大。张静，她可是你嫂子，你竟敢轻薄她！老五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刚刚我被毒蛇咬了，是小叔帮我把蛇毒吸出来了。你是真的为了救兰儿，不是想要轻薄她。老五，你误会小叔了，小叔是为了救我。我才不信他有那么好心。三嫂，这药能杀菌解毒，多喷几下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是大嫂的声音。小叔，你快去看看。那你这……我没事儿，这儿有老五呢。快去吧。秀娘，你看这兔子肥不肥啊？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保证你顿顿有吃不完的肉。张安生，你赶紧让开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哎，娘，我怕。怕什么怕？跟着张静那个废物，迟早得饿死。张静再怎么样，也比你这个卑鄙小人强。贱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放开我！放开！不许欺负我娘！苗苗，你敢动我女儿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！张生，张静，你个废物，敢打老子！大嫂，你没事吧？小叔，我没事，嫂子没事。苗苗，苗苗不怕，苗苗要保护娘亲。真乖啊，苗苗。张安生，你敢欺负我嫂子，你不想活了你！张静，你想造反啊？敢打我？你信不信老子报官，把你饿死在大牢里啊？到时候看谁敢拦我！你个人先告状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也可以不报官，只要你跟了我。你报官？你凭什么报官啊？我打你那是正常的自卫反击，而你调戏妇女，我看你才是该蹲大牢的那个。你笑谁呢？这就咱们三个，谁能证明我调戏他了？我们都能证明。小叔，你只管去报官。他这是在帮大姐出气吗？怂倒霉！你们只要跟着他，迟早得饿死。到时候别求着我收留你们。哼！等等，你可以走，兔子得留下。凭什么？这是我自己打的。我们可以不报官，这兔子得留下来作为补偿。行，你小子给我等着！这下我们有肉吃了。小叔，你为什么不报官？这个张安生做了坏事，就应该得到惩罚。五嫂，报官确实能惩治张安生，但报了官的话，大嫂会被人说闲话的。你放心，那个张安生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去收拾他。小五，小叔有自己的想法，咱们就听他的。你确定你不是害怕张安生？五嫂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他。我们先回家吧，三嫂还受着伤呢。老三，你受伤了？没事了，大嫂，被蛇咬了，小叔已经帮我把毒吸出来了，还敷了草药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没想到小叔还懂这么多，那咱们一起回家吧。走。大嫂，咱今天就把这兔子吃了吧，要不然再放恐怕要坏了。好，听你的。这次吃完，不知道下次吃肉是什么时候。嫂子们放心吧，我以后争取让咱们顿顿有肉吃。哦，对了，大嫂，今天咱们就别吃野菜了，我这有新鲜蔬菜，煮个青菜粥。你这蔬菜哪儿来的呀？就是啊，现在这地这么旱，怎么可能有蔬菜？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个蔬菜啊？如果告诉他们我有系统空间，他们恐怕会被吓坏吧。
哦，今天白天的时候遇到个游商收野菜，说是能拿野菜啊换粮食。这年头哪有这样的游商？这野菜又不值钱，粮食才值钱啊！哪有人用粮食换野菜的呀？对呀，我整天在外面挖野菜，怎么没遇见过这样的游商？我这确实有些勉强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或许呢是咱们小叔运气好呢，有吃的就不错了。我看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做饭去吧。哎，老三，你受伤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好。哎呀，我终于有肉肉吃了。大嫂说的对，有的吃就行。真希望下次我也能遇到那个游商。张家怎么出来了你这个废物东西啊？5个哥哥累死饿死，就独独剩下你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都不把女儿嫁到你们家。看什么看？说的就是你！来人了，我得带他走。你是？张静，别装傻。俩人在哪儿呢？我要带他回家。大爷，你先别生气，消消气。你滚一边去！谁是你大爷？爹，你咋来了？你说我咋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你都饿死了。走，跟我回家去。爹，我不回去，我在这儿挺好的。是啊，孙叔，你先别着急，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什么？村里可都传开了，你带5个嫂子上山挖野菜，但凡家里有点余粮，你能去挖野菜？爹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什么不是这样的啊？本来我想着把你嫁到张家，他家人丁兴旺，日子过得不会差。现在就剩下这个废物当家了，还有什么好日子过？走，回家去。爹，我不回去。张家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，让你死心塌地的在这儿？孙兰儿父亲也是爱女心切，要怪只能怪我这原生的名声太差。把手伸出来！爹，你打我吧，但是我是不会回去的。爹，这是……我和你娘料到你不会跟我回去，就给你准备点粮食。你是我女儿，我怎么可能看着你活生生的饿死在这儿呢？把粮食收好了，别给别人抢了去。爹，这粮食不能要。是啊，孙叔，家里有粮食，饿不着嫂子，您不用送。况且现在家家户户都不容易，这粮食啊，您拿回去吧。你给我闭嘴！要是有粮食，你们会去挖野菜。小叔叔，孙爷爷，我们家真的有粮食，我们昨天还吃了兔子肉，真的不用给我们粮食。真的？长静，你是真不要脸！那兔子是你打的吗？还好意思跟孙叔在这吹牛？张安生，你来干什么？哼！苗苗，乖，去屋里玩吧。娘，坏人来了！娘！哎，这死丫头！你再骂他一句试试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怎么着？吃了我打的兔子，真当自己有养家的本事了啊？废物！想打架是吗？哎，你们张家这浑水啊，我还是不趟的好。女儿啊，这粮食你收着，过段时间爹再来看你。要是张家过不下去了，回家去，我走了。爹。哎，孙叔，慢走啊！慢走啊，孙叔。哟，三嫂，你可别哭了呀，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哭了可就不好看了。张安生，离我三嫂远点，再对他动手动脚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这小子水质怎么这么大？感觉喝了空间里灵泉的水之后，身体比之前更强壮了。张静，我可是你堂哥，你这么对我，你信不信我？张安生，你还敢来？你们几个别不知好歹，吃了我的兔子，还敢跟老子动刀！张安生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滚！不欢迎我？你看这是什么呀？嫂子，是野鸡。怎么样，大嫂？那天的事儿我不跟你计较，今天再给你一次重新选择，你可考虑清楚了。你要是跟了我，以后吃的就不用发愁了。滚！陈秀娘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，你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做我的女人是吗？张安生，在你一点一点夺走我丈夫的土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看清你的为人了。
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走的。行，有骨气，你不跟我走，有的是人跟我。你们谁跟我，这野鸡就是谁的。而且啊，家里的米面管够。看看，哎，你们几个不识好歹的东西！安生哥，我愿意。安生哥，我愿意跟你走。哟，这不翠翠吗？安生哥，这就是原生那个未婚妻。何翠翠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可是小叔的未婚妻。哎，你可别乱说，你们和张静都快饿死了，还想着娶妻呢。我要是嫁到你们家，可是又多了一张嘴。你们挖的野菜够吃吗？还有啊，这张静懒汉一个，我要是嫁过来，不就是跟你们一块等死吗？哼，我才没那么傻。何翠翠，你真是不知好歹。之前要不是小叔天天给你们家送吃的，你早就饿死了。哪有今天？你这是忘恩负义。那又怎样？他是帮过我，那我也不能为了报恩抛弃自己的小命吧。再说了，这鬼天气也不知道要旱多久，安生哥家有吃有喝的，我又何苦在你家等死呢？何翠翠，你大嫂，你们呀就跟着这个懒汉一块过吧，这干旱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也不知道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。何翠翠，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我根本就看不上，希望你能记住自己今天的选择，千万别后悔。我后悔？张静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后悔的。倒是你，别等到快饿死了再来找我。还是翠翠明事理，走，回家哥哥炖野鸡给你吃。张安生的捕猎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而且我可以在系统商城兑换一些捕猎的装备，成功率应该比他们更高。小叔，我知道你为何翠翠付出了很多，但你们着实不是良配啊！男子汉大丈夫，拿得起就要放得下。小叔，你别难过，何翠翠这个人根本不值得你付出，也不值得你难过。你知道更好的。你不会又想把家里的粮食都送给何翠翠吧？哎呀，嫂子们，你们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为了何翠翠难过呢？我现在想的是如何上山打猎，天天吃蔬菜，各位嫂嫂怎么长肉啊？你小子胡说什么呢？是啊，小叔，现在这个世道能有蔬菜吃，我们已经很满足了。打猎那么危险，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放心吧，嫂嫂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吃上肉的。可是小叔，你从来都没有打过猎，能行吗？二嫂，放心吧，之前跟我哥他们上过几次山，学到点东西。再说了，凡事都有第一次嘛。我听村里人说，山上有野猪，野猪会攻击人，你可得小心啊。好的，三嫂，我会注意的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抓紧上山了。苗苗，把筐给叔叔拿过来。真乖，等我回来呀，给你带肉吃，好不好？我走了，嫂嫂们，在家等我回来啊。大嫂，你觉不觉得小叔好像变了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？是啊，自从他上次晕倒醒过来，就跟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你说他是不是鬼上身了？呸呸呸，什么鬼上身？他可能只是长大了，突然想明白了。就他那个懒散样子，谁知道能撑多久啊？万事俱备，只差猎物。这几只鸡可以放到空间里饲养，以后肉类就可以源源不断了。这几个鸡蛋就算是今天晚上的加餐了。再去检查一下捕兽夹。哟，看着谁啊？
这不是我的废物堂弟吗？怎么，来挖野菜啊？哎，安生哥，你看，他还拿着个弓箭呢。他还拿上弓箭了，是来打猎的吗？行啊，把他的筐给我卸下来，看看猎了什么了。安生哥，有鸡蛋，还给我！哼，一个破鸡蛋给你宝贝的，张静，你还真是个废物，到山上就捡了几个破鸡蛋。你们不也是什么都没捕到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子捕猎的时候，你还在这穿开裆裤呢。那咱们就各忙各的，互不干扰。把鸡蛋还给我，我要走了。想走可以，鸡蛋留下。怎么不服气啊？自己来拿呀！怎么想动手啊？告诉你，这一片是老子的地盘，你的鸡蛋我没收了，就当你交保护费了。还有以后你在这打的每个猎户，都要分老子一半。你这么说，等于是断人活路了。我给过你活路了，让你把5个嫂子交出来，你不同意，那几个臭娘们还帮你对付我，老子还就要断你的后路，你手党是不是？张静，怎么？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，给我上，打到他服为止。还来吗？你看我干什么？给我上，把他打倒，这鸡蛋全是你的。上啊！不行，安生哥，我打不过他，不知道这小子哪来的牛劲儿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样，鸡蛋你拿走，我不给你拿，免得别人说我欺负你。这样，咱俩打个赌，谁输了给对方1个月口粮，行不行？1个月的口粮，不赚白不赚。你想怎么赌？你想怎么赌？咱们就赌今天谁捕的猎物多。总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但是1个月的口粮确实不是小数，而且我还有空间，这赌局肯定能赢。再加上我如果捕猎赢了他，我在村里的口碑说不定能好些。不管了，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。赌不赌啊？你快点啊！行，我跟你赌。张静，捕猎你还嫩了点，这次你输定了。野猪最喜欢这种叶子的味道。张静，我让你今天被野猪咬死。话别说太早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山里可是有吃人的野猪啊！我的好堂弟，你可要小心点哦。难道是野猪撞的？这兔子够肥啊！我记得我在这附近还放了其他捕兽夹，应该还有收获。小叔一晚上没回来，大嫂去找他们，到现在也没回来，不会真有什么事儿吧？不行，我得去找找他们。老二，一个人在家呢？哎，安生哥，昨天那小子还在跟我们作对，那今天这院子里的东西啊，是不是都给我们了？你们待会儿都给我好好搜一遍。这张静说话这么硬气，肯定存了不少东西啊！啊，快去！哎，你们不许乱来！你们这是强盗！这张安生怎么明目张胆的就开始抢啊？这样，要不快去帮忙吧！这屋里就孙兰儿一个人，看着多可怜呐！哎呦，你呀就别趟这趟浑水了。这张静好吃懒做，就靠他几个嫂子养活起。要我说呀，他和张安生为了粮食的事儿，早就商量好了。说的也是，我也听说这张静从来不管这几个嫂子，家里的地都给了张安生，说不准这是想拿最后的家当换粮食呢。好了呀！你们都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大嫂，可算来了。叔娘，你回来正好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回家呀。张安生，我呸！
以前你就抢了我们的店，怎么了？现在开始明目张胆抢人了？小桃，我就喜欢你这泼辣的性子，但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？什么叫抢啊？那可是张静自己送给我的。再说，你别看张静现在像个人样，说不定到时候为了一口粮食啊，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送给我。就是，你们几个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跟了我安生哥，省得以后啊搬来搬去麻烦。张安生，你这个畜生，欺辱兄嫂，就算我们几个死了也不会跟你走的。等小叔回来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秀娘，张静她回不来了，你就别想她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小叔的衣服。你们心心念念的小静已经死了，要怪就怪张静这个家伙跟我们作对，落到这么一个下场，是他活该。你们闭嘴！张静他一定会回来的，小叔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张静，你真的会回来吗？春兰啊，你就别自欺欺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昨天在山上可是看见野猪了，野猪饿了可是什么都吃啊。可不是嘛，这年头野猪都饿疯了。发起疯来，3个人都不一定对付得了。你们觉得张静这个怂样能对付得了野猪吗？那当然不可以。怎么办？小叔不会真的被野猪吃了吧？怪不得张静一晚上没回来，估计真是遇上野猪了。哎呦，我听说这野猪啊是成群结队的，一个都难对付，别说这一群了。这么多野猪，我说这张静啊，怕是活不成了。那这老张家真没人了。留下这几个寡妇，现在这世道没个依靠怎么活呀？秀娘，张静都已经死了，你们几个替张家守着点家底有什么用呢？还不如早点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回家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就是啊。张静之前还说让你们几个去我家给我当帮工呢，现在张静已经死了，你们没了依靠，我看你们几个这姿色当帮工确实有点可惜，不如跟我回家当小妾啊！把我伺候好了，保你们吃香喝辣的。说这个人呐，我呸！告诉你，就算我们几个都饿死了，也不会跟你走的，你想都别想！你别过来，大嫂说的对，你要是敢过来，我就跟你们拼了！你们几个臭娘们儿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告诉你，既然你们嫁到张家，都已经是张家人了。现在张静和他5个哥哥都已经死了，我这个做堂哥收了你们那是天经地义，把他们都给我绑了。过来！干什么？别碰我！这个交给我啊，让我先舒服舒服。张静，张静，救命！住手！住手！谁敢动我嫂子一下，下一箭射在你脑门上！小叔，你没事，真的是太好了，他真的回来了。娘，你让我去村口等小叔叔，你看，真让我找到了。苗苗最棒了，小叔。他没死啊！没死。张静，你没被野猪整死？这啥情况啊？刚才张安生他们还说张静死了，就是啊，这不是没事了？不仅没事，你看那个野猪都给牵过来了。这野猪这就听他一个人的，我可听说了，山里的野猪凶得很呐。哥，张静看起来变得更厉害了。哎呀，张静可真有本事啊！要知道这野猪啊，几个人都没有抓住，还有人受了伤，他竟然一个人都把野猪给抓回来了，还是活的。他们家这日子倒是好起来了，这野猪肉啊，能吃好一阵子呢。就是。大嫂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嫂子，你放心，欺负你们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哎呀，哥，这张静好像看起来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，咱们还能打得过吗？是啊，哥，要不然给他道个歉，走吧。上次他给我打的伤，现在还疼着呢，要不然咱们肯定吃大亏啊。走什么走？咱们几个还怕他一个不成？你们几个最好跪下来给我嫂子道歉，否则一个都别想走。还有你张安生，1个月的口粮限你明天送到我家来。你说这是你补的，就是你补的，我还觉得就是捡了老猎户的漏，就想骗我粮食。我看你就是个狡猾的骗子。哎呦，原来是靠捡漏呀！我就说张静这个废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这原来是靠捡漏啊！张静，
你就别装了，你自己几斤几两我们都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想从我这儿骗走口粮，你想得美！张安生，你们几个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在山上已经教训过你们一回，怎么还不长记性？我看你们几个连他都不如。长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牵个野猪还真以为自己厉害，想从我这儿拿走粮食，门儿都没有的。怎么着？你是想要耍赖？张静啊，你还是别跟张安生他们作对了。他跟邻村的那些恶霸都有来往，你斗不过他们的。是啊，张静，到时候你不但保护不了你那5个嫂子，没准连你自己的小命也得搭进去呢。长静，我劝你赶紧好好跪下来给我道个歉，再把你5个嫂子双手给我奉上，我就饶你一条小命。小叔，是我们拖累你了，我马上去道歉。哎，嫂子，我答应过你们，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，不会再让你们受委屈。诚心跟我对着干是吧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把家里的粮食全部交出来，还有这头野猪，要不然的话，等着瞧。就是。张安生，想要野猪可以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自己来拿。长江，你想干什么？想要野猪是吧？自己来拿。哥，长颈不会真拿弓箭射我们吧？他就是一个小瘪三，咱们几个还能打不过他？给我上！张安生，你想往哪儿跑啊？长江，我道歉，给我死吧！那个，我的天哪，小叔，你什么时候偷偷学的剑术啊？百发百中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难怪小叔会猎到这么大只野猪。小叔叔真厉害！张安生，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，多亏了你能把吸引野猪的草药汁抹在我身上，想要引来野猪伤我，要不然我怎么能打到野猪呢？张安生，你的心思也太歹毒了！你一个做堂哥的，不帮着弟弟也就算了，还陷害你弟弟，卑鄙小人！你胡说！我要是想害你，你会好好的在这儿吗？你要是再敢这样，我就报官告你诬陷！是不是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？但是今天单论你欺负我嫂子们这件事，你们几个都得付出代价。小叔，这张安生跟隔壁村的恶霸有些关系，咱们跟他正面刚上，最后只会两败俱伤。我看此事还是从长计议。是啊，小叔，说到底，咱们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。行，我听嫂嫂们的，这事儿咱们不着急，从长计议，我早晚收拾这小子。张安生，今天看到我嫂嫂们的面子上，饶你一马，但是咱俩之间的赌约，你必须兑现。要是不兑现，我就跟你鱼死网破，看看谁的拳头硬。可以，明天给你送过来。小叔叔真厉害，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多肉肉了。小叔，你是什么时候偷偷学的剑术啊？这未免也太厉害了吧！我说过，一定会保护好你们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我说到做到。小叔，你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会捕猎，而且刚才还站出来保护我们呢。刚才张安生都有点怕你，真希望你一直这样。嫂子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现在家里没男人，我必须扛起这个责任，照顾好你们。小叔，你能这样想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下嫂子们跟着你也有盼头了。嫂嫂，没有你们，这个家早散了。我现在就是想报答你们，你们放心，我肯定不会再让你们过之前那样的苦日子。我要让你们顿顿有肉吃。好哎，顿顿有肉吃了。说的好听，刚说见到何翠翠，还不是马上就变样了。这谁家炖的肉，好香啊！这肉香闻着怎么像是从张家飘出来的？苗苗，苗苗，
你告诉我你最近吃了什么，我就把这个给你。我不要，娘说不能随便吃外人给的东西，而且你是坏人，欺负小叔叔，我才不要。你这个死丫头，我好心给你吃的，你这么说我，你就活该跟你那个懒鬼叔叔一起饿死。你不许这样说我小叔叔，我小叔叔不是懒鬼，小叔叔天不亮就出门打猎，不会让我们饿死，不许这样说我小叔叔。打猎？就他瘦成那猴样，还能打到什么？哎呀，我看呀，就是出去闲逛，也就骗骗你这傻丫头。我可告诉你啊，等你长大了，小心你小叔叔把你当丫鬟卖了，到时候有你好受的。你骗人，你是坏人！我要告诉我小叔叔你欺负我。何翠翠，你干嘛呢？苗苗，告诉小叔叔怎么了？小叔叔他骂你是懒鬼，还说我以后长大了你要把我卖了当丫鬟吧。苗苗不怕，小叔叔不会把你卖了。等过段时间，小叔叔给你盖个新房子，让你当张家的大小姐，好不好？张静，你说这样的话骗小孩也不嫌害臊。你看看，你家篱笆都快倒了，饭都吃不饱，还在这吹牛呢。哎呀，幸亏我当初没嫁给你，不然的话，恐怕我就饿死在这破茅屋了。何翠翠，我现在懒得跟你掰扯，你赶紧滚。张静，你还真是变了，敢这么跟我说话。小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何翠翠，你来干什么？果然，一看到何翠翠，她就变样了。你以为我想来啊？我呀，就是路过这儿，看到这个死丫头饿了，好心给她个窝头吃，她还不知好歹的不要。你们这家真是饿死鬼的命！你胡说什么？何翠翠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们家小叔那是有本事的男人，不会让我们饿死的。有本事？别在这吹牛了！要是有本事，拿出来点好东西让我瞧瞧呀！小叔大嫂，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猪骨汤熬好了，可鲜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啊！我才去了镇上几天，回来这张家就变了天了。哎，哟，何妹子，站半天了吧？我不是也馋这口猪骨汤呢。可惜了，我们小叔说这猪骨汤是给我们苗苗补身体的，毕竟小孩子嘛，长身体耽误不了。我跟着那张安生一次肉都没吃过，张静之前对我言听计从，估计我先想吃个肉，他也不会拒绝。张静可真是有本事啦！哎呀，我就说嘛，张静不可能一直这么懒下去的，总有熬出头的一天。张静，你就看在我们之前的情分上，让我吃一口吧。你不是说咱们家都是饿死鬼吗？怎么现在还来攀关系？大嫂，好歹我也是张静的未婚妻啊，总不能看着我饿死吧？何翠翠，你可别忘了，是你自己说的不想嫁给我，现在看我们家过得好了，才想起来是我未婚妻了。我现在只送你一个字儿，滚！我刚刚听错了吗？他居然让何翠翠滚！小叔说的对，咱们家小叔的东西只给自家人吃。何妹子要是缺口吃的，可以去张安生家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才给脸不要脸！你在我们家破口大骂，你还来我们家讨吃的？你们只不过是张家的媳妇儿，又不是他妈。张静都没说话，哪轮得到你们在这逞威风？张静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我好饿呀，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肉了。张静，你要是给我吃一口，我保证以后踏踏实实的跟你过日子。张静之前对我言听计从，我这样求，她肯定不会拒绝我。何翠翠，你听好了，我嫂子们说的话就是我想的话，咱们俩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之前给你的粮食全当是喂了狗了，赶紧滚！张家不欢迎你。难道她真的变了？张静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咱们走着瞧。何妹子，慢走，不送。五嫂，你这是？看在
你没让嫂子失望的份上，今天晚上我伺候你。伺候？伺候什么呀？嫂子，你说的伺候，就是伺候我洗脚啊？你，臭小子，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哎，没有想什么。苗苗已经睡着了，小叔，咱们光靠捕猎也不是个办法。咱们村里的庄稼都已经旱死了，村里都已经死了好几个人。是啊，听说村里又饿死了几个。咱家现在余粮还算充足，到最后还是会吃完的，到时候怎么办？空间里的粮食、蔬菜还有野鸡倒是很多，但是这天这么旱，这些东西频繁出现，未免太过突兀。有了！我可以在商城买些耐旱的花生种子来种，这样既有粮食吃，又不引人怀疑。没事儿，嫂子，别担心，粮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你说这叫啥？花生？没错，花生是我无意间在山上发现的，这东西耐旱得很。如果咱们不种小麦，改种花生，很快就会有收获的。不种小麦能行吗？嫂子们，这行不行的，死马当活马医呗。再说了，种小麦也活不了，种这个试试吧。小叔说的对，要不咱们先试试？我相信小叔的能力。那好，那咱们明天就一起去种花生。秀娘，你们这是干啥去啊？我们啊，去种花生呢。花生？花生是啥呀？现在地里面旱得很，啥也不长，这花生能活？当然能，这花生啊，耐旱得很，种出来产量比小麦都高。你们要是想种啊，也可以拿去试试。张江，你少在这妖言惑众，那祖祖辈辈都种麦子，都没有听说过哪个种花生能填饱肚子。你少把大家往绝路上带。这花生啊，根系发达，特别耐旱。说的比唱的好，大家伙都别听他的啊，继续种麦子，说不定还能盼场雨呢。老天爷总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。安生说的对，这种花生万一种不活了，我们一家老小怎么办呢？就是啊，风险太大了。没事的，大家以后要是想种啊，尽管找我领种子。之前总找大家借粮，这次啊，我也想回馈一下大家。张静，我信你，就凭你们家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，大不了就赌一把呗。大娘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输得起。我也试试吧。大家伙别跟着瞎胡闹，到时候饿肚子别过来求我。安生哥，我饿。饿什么饿？老子还没吃饭，你就知道吃，败家娘们儿！喂，安生哥，咋了？是张静，是这张静种的花生丰收了，堆满了整个院子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张静啊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不敢相信张安生的话，求你给我们种子吧。大爷，你快起来！大娘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知道你们也被人诬陷了。这些种子拿去种。张安生，你就是个祸害！要不是你，我们也不会饿着肚子。之前你让我们交肉交粮，闹了饥荒，也没见你管我们。对，就是他，害得我们差点饿死。就是，以后别想让我们相信你。你们这群白眼狼！你说谁是白眼狼啊？之前打猎，每家每户可都给你交猎物了。让我看来呀，你就是个强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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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祸害！就是个祸害！小叔，你现在是真的长大了。以前是我们保护你，现在是你保护我们，还保护了全村人。可不是嘛！以后我看谁还敢说我们小叔一句不好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小叔啊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，我们都陪着你。张静是个废物，他不过就是运气好，现在全村人都被他影响，跟我对着干。好啊！
安生哥，要不咱也去问张静要点花生种子吧？笑什么呀？都怪你这败家娘们，成天在家什么活都不干，还把老子的口粮都给吃完了。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，家里没粮了就知道怪我。早知道我就嫁给张静了。我告诉你，张静这个废物不配跟老子比。既然他把我逼到绝境，这次我就要好好的收拾他，我要让他家破人亡。你是说张静家有肉有粮？是啊，大哥，而且张静那5个嫂子，个个都貌美如花。咱们要是能把她杀了，粮食和美人不全都有了？现在这个灾荒年，有了粮和美人，那跟皇帝有什么区别啊？小子，有这好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那是故意的，这不等张静粮食丰收吗？特地来告诉你们。好，这事儿要是成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大哥，张静，你小子死定了！张安生，他们怎么和隔壁村那个八脸刘在一起？这八脸刘可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恶霸，经常抢村民粮食。难道是张安生联合他想抢粮？我得提前想办法预防。抢粮？你说八脸刘想来我们村抢粮食？没错，里长。我们想办法。我觉得村里应该组织一个巡逻队，方便监视八脸刘的情况。有道理，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里长，我不同意。现在大家都没饭吃，哪来的力气巡逻啊？这八脸刘就是个恶霸，已经抢了好几个村的粮食了。我们不提前做好防范，可能仅剩的粮食就要没了。还是说你和八脸刘串通好了，要抢大家的粮啊？里长在这儿，你小子别诬陷我。哎呀，行，别吵了，就这么定了。这村里成立巡逻队，由张静负责。从今天开始啊，咱们村正式成立巡逻队，由张静作为领队，负责咱们村子的安全。你们几个负责村里东西南北各个角落，剩下的人负责大街上的安全。检查之后回来汇报。出发，巡逻。是。刘哥，就是那小子，我亲眼看到他家里粮食多的都吃不完，只要把他干掉，都是我们的。好，这么大的家业也敢一个人出来闲逛，那不是给我们送钱了吗？我们走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巡逻队该集合了。臭小子，就你叫张静啊？八脸刘，你不是隔壁村的吗？找我干嘛？臭小子，你还听说过我大名？识相点，把你家的粮交出来，我今天就饶你一命。我要是不给呢？你要是不给，老子今天就弄死你，然后再拿走你家的粮。那不是八脸刘吗？这是来找麻烦了。兄弟们，来活了，走！八脸刘当着我们巡逻队的面，在我们村放肆，找打呀！给我打！是。这我们村捣乱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找错了。行了，给点教训就行了。八脸刘，再敢来我们村放肆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滚吧！走，刘哥，你没事吧？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吗？按张安生，你们村成立了巡逻队，都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，害得我还挨了顿打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刘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给我滚蛋！小子，你敢耍我，我今天就弄死你！刘哥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，这次一定不会出错了。小子，你又有什么主意？这是我珍藏已久的合欢伞，咱们等张静巡逻的时候，偷偷摸到他家里，给他那5位嫂子下药，这样那几个女人不跟也得跟着咱们，到时候他们的家产不全是我们的了？希望你这次不会再出什么岔子。刘哥，我发誓不会出现任何差错，再出问题我提头来见你。好小子，
就按你说的办。张静，给我等着！粥！妈的，该死的张静！老子都大半年没吃过粥了，你家竟然吃上了！只要喝下这锅加了药的粥，性子再烈的女人都得欲火焚身。张静，你的嫂子还有你家，马上都是我的了。巡逻队的人都到齐了吧？张安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张安生不见了，不好！来，快来吃饭。今天啊，咱们喝粥。姐姐，苗苗呢？昨天啊，她睡得太晚了，现在还没醒呢。咱们先吃啊。啊。喝吧，你们就使劲喝吧。等你们欲火焚身的时候，就到我享受的时候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这粥味道怪怪的？好好的一顿粥，能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难道真是错觉？咱们快喝吧，小叔呢还在队里忙着呢，我等会儿要给他送饭。怎么这么热？看来药效发作了。嫂嫂，嫂嫂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嫂嫂好热啊！张晶，早就料到你会来，还好老子精心准备了蒙汗药。看你这次怎么坏老子的好事儿！各位嫂嫂，我换伞的滋味怎么样啊？张安生，你给我们下药，你个畜生！说什么呢，小美人儿？你们中毒了，我来帮你们解毒，好好享受吧！你个混蛋，你给我滚！张安生，你这个混蛋，给我滚开！张安生，你再敢动嫂嫂一下，我杀了你！挣扎吧，你越挣扎，我就越兴奋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我可是看到你们这几位如花似玉的美娇娘很久了。张静那废物身在福中不知福，那就让我来替他哥哥好好的伺候伺候你们吧。那就让我来替他哥哥好好的伺候伺候你们吧。张安生，你个畜生！幸亏我早有防备，喝了空间系统的灵泉水，要不然差点就被你得逞了。嫂嫂，大嫂。张安生这小子说好的进去给几个娘们下药，让我在门口守着，都他妈这么半天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咱们进去看。大脸刘，怎么又是你？你鬼鬼祟祟在这干嘛呢？不是，大晚上的还巡逻呢。关你屁事儿！我问你，在人家张静家门口干嘛呢？先白天挨的打不够是吗？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来给张静道歉的。道歉？没错，白天我回去之后啊，思来想去，张静是一个好人，我怎么可能找她的麻烦呢？所以晚上我专程来给张静道歉的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是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么说，是我误会了。哪里，什么误会不误会的？那我先去给张静道歉了哈。慢着，还有什么事儿？你大半夜的带着一帮混子来人家张静家，还说来给人家道歉，你真把我当傻子糊弄吗？全部带走，交给里长处理。走。大嫂，你没事吧？我说，帮帮嫂子吧。
你们别着急啊，我这里可以给你们找解药。哎，嫂嫂，哎，都怪张安生那个混蛋给我们下了合欢散。五嫂，你要到我了，你先起来。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去给你找解药啊？不用了，合欢散根本就没有解药，只能发泄。张静，今天晚上就便宜你了。小叔，今晚的事情不许告诉别人。张静，我警告你，今天晚上的事你要是说出去，我一定要你好看。啥？都是为了救嫂嫂们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张静，怎么对大孙子对我们负责？张静，说你是什么时候对我们几个嫂子动歪心思的？五嫂，你误会我了，我这不是为了帮你们解毒吗？你那是解毒吗？五妹，算了，这个事情也怪不了小叔，要怪就怪张安生那个混蛋给我们下药。对，是张安生对我们图谋不轨，这事儿怪不得小叔。可是昨天晚上他把我们5个，他都……哎呀，反正我就是气不过。嫂子，这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这其实我也是个受害者呀。你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小叔，你先坐下。小叔，我知道昨晚的事是个意外，可是我们都是良家妇女，你作为一个男人，应该给我们一些交代啊。嫂嫂们，我知道以前的我是个好吃懒做的懒汉，还做了不少错事。自从哥哥们走后，你们仍然愿意照顾我，还吃了不少苦。我非常感谢嫂嫂们对我的疼爱。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我不会不管。我以后会对嫂嫂们负责的。你打算怎么对我们负责？就不能光凭一张嘴吧？我保证，以后让嫂嫂们和苗苗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愁吃穿。让嫂嫂们和苗苗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愁吃穿。事发突然，嫂嫂们要想要自由，我绝不拦着。我会倾尽全力保证嫂嫂们衣食无忧，荣华富贵。算你过关。小叔，以前你那样，我们都没有抛弃你，现在我们怎么会抛弃你呢？大嫂，你最好说话算话。你要是敢抛下我们，我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。我以后保证把嫂嫂们视若珍宝，永生不弃。啊，对了，昨天张安生被小叔打晕了，这么长时间该不会醒了吧？三嫂，我们同意跟小叔了，还怕被外人知道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张安生竟然对我们图谋不轨，还给我们下药，要不是小叔，真被他得逞了。所以我们要好好教训他。我们先出去看看吧。你先把衣服穿上吧。这都1夜了，怎么还没醒啊？小叔，该不会是下手太重，把他给打死了吧？还好，还有呼吸。五嫂，放心吧，我下手有分寸，怎么可能把他打死？可他也不能一直在我们家呀。小叔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张安生昨天差点把我们都轻薄了，你要是轻饶了他，我可就生气了。五嫂，放心吧，他对你们做出那样的事，别说你们了，我也不可能轻饶他。我现在就把里长喊过来，把张安生干的坏事全都公之于众。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秀娘，你们几个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了小叔回来的及时，我们几个才逃离了张安生的虎口。那天晚上，八脸刘也在你们家门口鬼鬼祟祟，被巡逻队发现了，把他抓回来，拷问了一晚上，就是不说躲在你们家干什么。八脸刘，昨天白天你莫名其妙的找我麻烦，我好心放你一马，现在还敢来我家放肆？说，你来我家干什么来了？哼，你随便问我是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。放肆！你是想挨的教训不够重是吧？不说是吧？行。像这样。小叔，
你们刚才说的什么？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很快嫂子们就知道了。八点流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到底交不交代？自己为什么半夜在张静家门口鬼鬼祟祟？想知道是吧？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你不说没关系，昨天晚上抓的不止你一个人，有人交代就行了。什么意思？哼，实话告诉你，昨天晚上的事你不交代，跟着你的那帮混混已经交代。不可能，他们不会背叛我的。不可能背叛你，你做什么美梦啊？他们跟着你3天饿9顿的，我随便给他们点粮吃，他们把什么都招了。你昨天晚上来张静家，无非就是跟张安生里应外合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是谁泄的密？哟，还真是啊！张兄，你这办法真管用啊，一试就给他试出来。小叔，原来刚才你们在骗八脸流啊？没错，没想到他脑子这么笨，没2句话就全都傻了。张静，你敢炸老子？闭嘴！大半夜的到小静家里图谋不轨，还有脸说别人骗你？还有张安生这个畜生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张静，你放心，我作为这里的里长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交代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交代。把张安生给我喊醒！是。醒醒，给我起来！哎呀，这天怎么亮了？谁打我？怎么这么疼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怎么在我家？张安生，这是张静的家，那我岂不是跟他几位嫂子？够了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惦记别人几位嫂嫂？真是一点脸皮都不要啊！里长，我什么我？张安生，你作为小静的堂兄，他们家困难的时候你不帮忙也算了，你还落井下石，想要抢走小静的家。我没有，是张静，他冤枉我。里长，请您明察呀！够了，事实摆在面前，你还在狡辩，真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心里那些小算盘？是啊，张安生，看着我们小叔不在家，就跑过来欺负我们几个女人，现在竟然还在狡辩。人家张静家里5个女人照顾1个男人，本来过得就很困难，这个张安生还过来找麻烦，可真不是个东西。哼，村里啊，谁看不出来张安生想干什么呀？无非就是看着张静5位嫂子生的好看，就起了坏心思，处处针对小静家里，真的是脸都不要了。听见了吗？你作恶多端，还联合八脸流谋害小静家，现在当着大庭广众的面，你还有什么想狡辩的？张安生，你不是说这次万无一失吗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刘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！张安生，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你恶贯满盈，天都看不下去要收了你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招惹到我最亲的人了，就算天不收你，我也要收了你。这种恶人不配留在我们村子，我提议把他逐出村子。滚出稻花村！滚出稻花村！安生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张静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饶我这一次啊！张安生，你以前欺负我家、欺负我嫂子们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让我饶了你？现在要被赶出村了，你开始着急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说的没错，你能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都是因为你活该。嫂嫂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千错万错，不该打你们的主意，求求你们行行好，原谅我这一次，不然我就要被赶出村子了。就凭你之前对我们家的欺负，把你赶出村子算轻的，还想让我们饶你？做梦！那就这么定了。张安生，你作恶多端，在自己堂弟家里为非作歹，欺凌兄嫂，罄竹难书啊！我作为里长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桃花村的村民，以后不许你踏进桃花村半步。里长，你手下留情，你要把我赶出村子，我还能去哪儿啊？孙子，我快要被赶出桃花村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快给里长求求情，别让他赶我走啊！让我干什么？有什么活该的？张安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时候说过喜欢你？你说什么糊涂呢？当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说好的把张静家长骗走他，你怎么还不承认啊？你怎么还不承认啊？好啊，你何翠翠，我记得你和张静是有婚约的吧？你竟然背着张静和张安生勾勾搭搭！我就说，何翠翠作为张静的未婚妻，
之前怎么每天老往张安生家里跑？原来是这样。好一对奸夫淫妇啊！张静能摊上你们这帮身边人，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里长，刚才张安生都是胡说八道的，你千万别信呐！罗翠翠，你不能只在我好的时候跟我好，我快要被赶出村子了，你快帮我求求情啊！张安生，你别胡说，我跟张静关系好着呢，别挑拨我们的关系。何翠翠，你就别装了！以前你就从小叔那里把我们家的粮食全都骗走了，要不是因为你，这3荒年我们家能3天才吃一顿饭。我也不知道，那是你们全家的粮食啊！张静，是不是？你快帮我澄清一下。澄清？澄什么清？以前是我傻，家里有点粮食就送你，可你呢，背着我和张安生勾勾搭搭，真把我当傻子糊弄啊！张静，周围这么多人呢，别胡说。行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还分不清真假吗？何翠翠，你作为张静的未婚妻，不守妇道，你和张安生蝇营狗苟，这桃花村也容不下你。你和张安生一起走吧。你和张安生一起走吧。里长说得好，这种奸夫淫妇留在桃花村就是祸害。滚出桃花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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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长，我是有错，但罪不至死呀，里长。是啊，里长，我家产都在桃花村，你要是把我赶走了，这不是断我活路吗？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以后你们2个家产都归张静，作为你们伤害张静的惩罚。不要，里长！里长，您这样是断了我们的活路呀，里长。以前你们做坏事的时候就该想到今天。不错，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带走，扔出桃花村。里长，未经允许，禁止踏入村子。里长，里长，里长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张静，你看我这样处理，你还满意吗？多谢里长帮忙，张静感恩不尽。这都是我该做的。这当初啊，要不是你大度，带着乡亲们种花生，这不知道死多少人呢。要说谢呀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里长，你们吃饭了吗？咱们进里屋吃个饭，我们也好感谢你替我们报仇呀。走。是啊，里长，正好到饭点了。张静，张静，你在家吗？张静。何翠翠，何翠翠，你跟张安生不是被赶出村了吗？又来我家做什么？不会又是来找我们家小叔要粮食的吧？话先说好，我们家可没余粮给你。哼，何翠翠，你不是和张安生不清不楚，现在又来找张静干什么？张静，嫂嫂们，之前都是张安生硬要给我粮食吃，我家正好断粮了，没办法拒绝才接受他的。张静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我们还回到以前吧。回到以前？是啊，我们之前可是有婚约的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你们就原谅我这次犯的错吧。张静，你自己招惹的麻烦自己解决干净。嫂子放心吧。张静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。这个何翠翠想的还挺美，原身乐意当你的舔狗，我可不当。想去我家吃饭，好啊，正好我家中午有剩下的野菜根，还没来得及丢呢，留给你吃吧。张静，我主动跑到你家来找你，你就给我吃野菜根？你就给我吃野菜根？不是你说愿意回到以前吗？以前我们家就吃野菜根，怎么，你现在又不愿意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既然都愿意嫁给你了，那我嫁到你们家以后，你总不能每天都给我吃野菜根吧？啊，你不说这个我差点忘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家空房间不多了，等你嫁过来之后，我就把草棚子收拾一下，咱们晚上就住那儿，让嫂嫂们住屋子。啊，还要住草棚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难不成你要跟我们几个嫂嫂睡一屋呀？为什么不行？这个家是张静的，你们只是她的嫂嫂，要睡也是你们睡，凭什么让我睡？何翠翠，我发现你真是脸都不要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以前我把家里的粮食都给了你，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，是嫂嫂们把家里最后一口余粮给了我，而你作为我的未婚妻，为了一口吃的，跟张安生勾勾搭搭，现在还想住进我家，让嫂嫂们住草棚，你做梦呢你！张静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不怕我生气吗？你生气就生气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对了，里长不是说了吗？未经允许，禁止你进村。听见没？赶紧离开我们家，要不然我们就要叫里长来了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！
何翠翠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离开我家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里长，里长，你们等着瞧！人渣，还想吃我家住我家，做梦吧！小叔，你真的放下何翠翠了吗？是真的，嫂嫂们才是真心对我好的人，以后我只会对你们好。算你识相。小静，小静在家吗？出大事了！里长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先别急，慢慢说。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上个月刚干了2条河，现在村里的井都打不出来水了。打不出来水了？就是啊，你说这如果收成不好，咱们还能吃点树皮、烂叶子填肚子。现在没有水，可让人咋活呀？这系统空间里的灵泉倒是有水，但也只能缓解燃眉之急，必须另想办法。不好了，里长，村里最后一口井也打不出来水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什么？怎么办呀？没水啊！张静，你主意多，你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有？里长，张静他又不是神仙，不可能凭空变出来水，你找他有什么用啊？是啊，这年头又缺粮又断水的，真是老天爷都不让人活呀！小叔，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大家找到水源吗？让我想一想。系统，商城里有没有能够探测水源的探测器？叮咚，水源探测仪，兑换价格5000文。5000文？我攒了这么长时间，系统商城也只有1000文不到，距离5000文差距太大了。什么5000文？你想到解决办法了吗？办法倒是有。那好呀，那赶紧带我们去找水源呗。里长，你先别着急，确实有办法，但是需要大家筹集物资，才能换找水源的水源探测器。需要多少？最少价值4000文。4000文啊！张静，你说要乡亲们筹4000文给你，你才能找水？不是我要4000文，是那个水源探测器需要4000文。4000文，太多了，我们这些农民一年收成也不过200文土地，凑得下走那么多钱，谁舍得呀？张静，是啊，你不会是看村里断水了，所以想骗乡亲们的钱跑路吧？好啊，张静，我说好端端的，张静怎么说想找水呢？得让大家先筹钱，原来是想骗乡亲们的钱跑路。张静，乡亲们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？里长，这还能有假？村里断水了，大家都没办法。张静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可能拿钱就能带大家找到水？他呀，就是骗大家伙的。我真的没有骗大家，乡亲们，这水源探测器啊，需要价值5000文的物资，我已经垫付1000文，剩下的只能靠大家了。小叔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嫂子相信你，我们帮你说服大家。大家不要着急啊，小叔既然敢向我们保证，那说明他一定有好的办法，我们愿意为他证明。没错，我们都愿意相信小叔。你们和张静是一家的，骗了钱一起跑路，当然愿意相信他。我们就是啊。对，好了，当初要不是小静带大家种花生，你们中间不知道死多少人呢。从小静以前的行为来看，我相信她不会骗大家。小静啊，现在村里断水，你是村里唯一的希望。我个人出价值1000文的物资，你赶快带大家去找水源吧。小静，现在村里断水，你是村里唯一的希望啊！我个人出价值1000文的物资，你赶快带大家去找水源吧。乡亲们，我一定尽全力。这段时间，小静对大家帮助不少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这他说能带大家找到水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。这我已经出了价值1000的物资，剩下的就看你们了。张笑，你真的能保证帮大家找到水？只要大家凑齐5000文的物资，我一定能帮大家找到水。好，既然里长都出了，那我也出。我也出，反正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渴死。我出，我出。既然大家愿意筹集物资，我向大家保证，一定帮大家找到水源。小叔，这儿就是你说的能找到水的地方？没错，根据水源探测器显示，这里就有地下水。先在这里挖井吧。张静，
你没瞎说吧？这附近光秃秃的，连草都不愿意在这里长，怎么可能有水呢？行了，这小静啊，好不容易带大家找到有水的地方，大家伙啊要相信他。咱们先挖井。这都挖了一上午了，地里还是干巴巴的，一点水汽都没有。这里真的有水吗？哼，几十个人在这儿挖井，还挖了一上午，再怎么说也该挖出水了呀。张静，你该不会是骗大家的吧？探测仪不会骗人，只要在这打好井，以后村里就再也不会缺水喝了。张静，大家问你话呢，说话呀！你不会是瞎找了个地方就跟大伙说有水吧？乡亲们，大家相信我，是大家挖的不够深。据我的推测，需要再挖1天就能够挖到水了。还要再挖1天？张静，这里有几十个人，一天能把一座山挖空了。你说挖个井还要再挖1天？开玩笑呢！你是故意折腾大家玩的吧？说什么再挖1天才能挖出水？我看呐，你就是想趁着半夜大家睡觉了，带着几个嫂子和乡亲们的物资跑路吧？就是，要干你们干，我可不干了。我也不干了，凭什么张静说啥就是啥呀？把我捐的物资还给我！不想出力也可以，但是等大家把水挖出来，你们一滴水都别想喝。里长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，他本来就是个好吃懒做的混子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要不是靠他几个嫂子养着，早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他怎么可能带大伙儿找到水源呢？是啊，里长，趁现在啊，找张静要回捐给他的物资还来得及，不然呢，等到晚上要带走跑路，我们哭都没地方哭了。够了！这当初是你们哭着闹着要找水源，现在好不容易带你们找到水源，你们又闹这个闹那个，到底要怎样吧？里长，别生气，交给我。乡亲们，既然大家不放心我，觉得我晚上会逃走，那我今天晚上就留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去。你们不放心我，可以在这里随时监督我。是的，我们陪着他。我们几个陪着小叔一起。你们如果不放心，也可以在这里。这小静啊，和她的5位嫂嫂都这样向大家保证，大家伙儿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既然都没意见了，咱们呀就抓紧时间干活，先把水挖出来。好，好，行，来，好。不好了，大伙儿过来看看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里长，你看，挖井挖出这么大块石头，接下来根本没办法挖。小静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现代人遇到这么大块石头，会直接拿机器凿穿，可这个时代根本就没有机器，靠人根本不可能挖动这块石头。井已经挖了这么深，再临时换地方也不现实。我早就说了，张静的大字不识几个，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在这里全是瞎挖，这下好了。这么大块石头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办法呀，咱们该怎么接着挖井呢？还挖个屁呀！老子不挖了，谁爱干谁干，反正又不是咱们一个村断水，大家一块饿死算了。张静，把大家伙的物资还回来吧，这井我不挖了。我也不干了，石头怎么挖呀？就是。哎，我们也不干了，不干了。行了，都少说2句，大家伙都在这忙碌1天了，就剩这最后一点，遇到点困难，想办法解决嘛。里长，您说的轻巧，可这么大块石头，就咱们拿了这点工具，根本没办法挖开啊，这怎么解决嘛？小叔，你看，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把这块石头砸开？钻机，系统商城里还有这种东西。诸位，我有办法了。诸位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科技。科技？小叔，你说这是啥意思啊？这什么所谓的科技跟打碎石头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不是又想骗人吧？大家稍安勿躁，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一个钻机需要1500，系统空间里剩下的物资价值差不多也是1500。系统兑换钻机。恭喜宿主，钻机兑换成功。小叔，你从哪弄来这些东西啊？小叔刚才面前什么都没有，这东西是怎么突然蹦出来的？小叔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我们眼花了？等我回头再跟你们解释。接下来，看我的。张静，你拿的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你该不会要用这个来打碎石头吧？说的没错，这东西看着还没我手里的铁锹大呢，怎么可能打碎石头啊？那是你不知道科技的厉害。看好了。
真可爱！石头碎了！这么厉害！碎了，石头碎了，真的碎了！这么大的石头，太神奇了！这怎么可能呢？事实就摆在眼前，还有什么好质疑的？小静，这么大的石头就打碎了，这简直是神迹呀！小叔，你可真厉害！正事要紧，大家赶紧把石头清理出来，继续挖井。我有预感，马上就要有水了。好，来，出水了，水真出来了，出水了，真的出水了！哎呀，没白忙活呀！真的没骗我们呀！小叔，我们成功了。小静啊，这多亏了你呀，大家伙才有水喝。你呀，就是咱们村的英雄啊！大家的努力啊，总算没有白费。现在还有谁质疑小静能不能带大家找到水？没有，张静，我不该质疑你，我错了。行了，现在都是灾荒年，大家都很不容易，大家害怕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我非常能理解。乡亲们，水马上就出来了，咱们加把劲儿把井打好，大家一起渡过难关。好！小叔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昨夜写的香料方子，你们去城里帮我问问价格。我打算这2天在村子里找个地方把厂子办起来。香料，小叔，你这才帮乡亲们打好井，怎么又研究起香料了？挣钱啊，那不挣钱，怎么养各位嫂嫂呢？而且我有预感，按我写的方子配的香料，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喜欢。从系统那里兑换的精品香料方子，怎么可能不被人喜欢？那好，小叔，我们几个这段时间就去城里问一问。那就辛苦各位嫂嫂了。张静过来了，快来看咱村里的大功臣！张静呐，多亏你啊，找到了水源，带着大家打好井，乡亲们呐才能吃饱饭，平安的度过灾荒年呐。哎，还有余粮，帮助周边的其他村呐。大家平安就好。对了，张静，你突然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的确是有事找大家。我成立一个香料厂，现在缺员工，这不是来招人来了吗？香料厂干啥活啊？干什么都有，磨料、配货、点料、送料，一天30文。一天30文，这么多！我报名！我去！好，恭喜！乡亲们，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张氏香料正式开业了，大家以后就在这里上工了。该死的张静，日子过得这么好，香料厂都开起来了，反倒是我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张安生，你是张静的堂哥，要不你去求求张静，让他给咱安排厂里的活。我可听说这个香料厂一天能赚30文工钱呢。你还是他未婚妻呢，你怎么不去啊？张安生、何翠翠，你们来张静的香料厂干什么？该不会是看人家张静日子过得好，又逼着强使坏的吧？没有。谅你们也不敢。愣着干什么呢？忘了里长怎么跟你们说的了吗？未经允许，禁止入村，还不赶紧走？小叔，你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大嫂。如今香料厂也建起来了，我打算以后由你来担任厂长。你怎么突然给我香料厂？那你给我了，你干什么呢？小叔，你要是想跟以前一样，每天在家里躺着，让我们养着你也行，但你晚上你可别上我们的床。嫂嫂们，你们想多了。我是想村里如今也安定下来了，我想去组建商队，出行海外去赚大钱。在村子里继续待着，没办法赚到大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嫂嫂们过上富甲一方的日子，必须要尽快出去闯一闯。小叔，你要离开村子？为什么要去海外？不出去也能挣钱。对啊，咱们现在也不缺粮了，大不了可以开个包子铺，卖包子也能养活一家人啊。对啊，我算账还能省工钱呢。小叔，你该不会是嫌弃我们几个了，自己想跑吧？嫂嫂们，你们想多了。我之前跟你们保证过，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。我既然答应了你们，就一定会做到。所以你出远门的原因
是为了我们几个？是为了我们一家。如今村子里机遇太少，而出行海外又太过于辛苦，所以我希望嫂嫂们能够照顾好家，等我回来。好，你去吧，我们答应你，一定照顾好家，等你回来。那嫂嫂们，我先走了。去吧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们在家里等你。你可一定要快点回来啊！嫂嫂们放心吧，我去了之后会给你们寄信的。在路上碰到什么新奇的玩意儿，都给你们寄过来。拜拜。是这样。我把小叔托人送的东西拿回来了。小叔说这是从西洋给我们带回来的礼物。每次光送钱和礼物来有什么用？他又不回来。别这样说，要不是小叔给咱们寄来的钱和礼物，咱们怎么会过上现在这么好的生活呀？你还有什么不知足？我当然是不满意，他一走就是3年，回都不回来。好了，先看看小叔在信里写了什么吧。嫂嫂们近来可好？这几年我在海外的产业越做越大，寄给家里的钱你们都收到了吧？想必你们又在惦记我什么时候回来。不过，据我推算，当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就到了我们见面的时候。见面？是张将回来了。嫂嫂们，我回来了。